个当中呢，就是当时天策咧看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立项的一个功夫啦咱即摆再来看一款方法。方法。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无之心。不见有无之心。切闻。不见有无之心。不见有无之心。这是上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行无对。两口无法。此随也。此属随也。切勿。我书则开六祖。我书则开六祖。行文。六祖以何为上定？六祖以何为上定？即马都继续论落啦现在继续论。即马来谈到方法，因为拄则这段就是天策，咧问六祖天策咧问比这是有心急还是无心急？因为这段后一个段就是就是咱天策咧问比安尼对，咧看伊伊解释，伊迄个这个结局，参像咱过去咧讲迄个这个这个关于上书，甲对上书的这个艺术现象，咱对上书的当中，就坐到一个死人的，当中袂叮当，迄个关于上书，就透里头前三头前头一直咧磨，磨互伊当中呢，这个对上书的当中发生几件，你我是会从我这个做行。我即看咱做行，无你多少钱就咱想要，这就是化伊咱的积极。若安尼有车物件，是要讲有法要讲有车，这个物件会顿磨掉，这就是要甲引导，你引导了，伊开幕，因为一个人咱是啥讲？一个人因为伊有先入的观念，先入的积极，毋是讲你两句话有法通看到的积极。真正比较简单，咱我去到的时阵迄个做营了，时间阵后面20几档好朋友，要30档好朋友。但是迄时阵柳营，较早咱老鬼庙的营哥，老鬼庙你知影无？做无任的议员啦。因老爸过去我是做议员啦，但是因蛮一个什么亲戚，较早要做会农长啦，安尼啦，迄种因迄条尾啦。我讲什么老社柳营这样搞一个对是老什么社，迄因迄啦。伊这个老家的，因为伊爱出政治，讲伊去传高雄人，但是伊从去带高雄做样，高雄迄块厝，遐边去发厝，但是伊迄块就是因着互伊的一块厝，我150块，迄块土地150块。起前厝别装真好势，内底有一个庭院，内底真好势啦，内底有地势讲是高贵的这个家庭，人使用也真正袂歹。因太太是哪呢？因太太是较早讲，这个护士长、护理长、护士长退休的啦，安尼啦。这老家又已经嘛70几岁啦，老鬼庙这边都嘛70几岁，敢嘛72、3岁安尼对。但是因长期性就是因太太，就是受迄个艺人的迄个法门啦所以呢，因为咱离了伊嘛知，咱讲的道理袂歹，但是你要看伊几十年来的迄个积极，伊毋是讲简单2句我就搞法，伊毋是过去人，过去的法师，因行刻入了后，真正的时阵拄着六祖大师，人对我话人安尼讲，修改嘛是转变过来，人是开悟是转变过来。但咱即摆你来甲讲一堆，伊嘛先入为主观念，
伊嘛注意迄个意见，伊要甲做做例过，是安尼讲，因为咱人的性，念念在强，你毋甲做做例过。毋比想讲这几句话，都我都嘛转变，所以咱一定要了解，今日现在过去完全无相共。王冠，这嘛我就讲啊啦吼，我正日定时不见有我之心，听好哦。我进入金的时阵，无一个有甲无一个无之心啊，切文啊。这个啊，这个现象来讲啊，不见有无之心，即是相经，哪有一个出入啊？安尼讲听有意思。今日就我拄先讲的，咱有一个入来，就一定要有一个出入；有一个出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入。这伊叫做出入，有出甲有入，有入叫做有。有出叫做空啊，安尼叫做两边嘛。但是有甲无就是同一个物件，伊附着一个物件，无出甲有一个入。咱的自性附庇伫咱的身体啦吼，咱的身体啦，敢有一个出，敢有一个入。若有一个出，有一个入，毕竟就一大声啦，因为毋是咧困就出去啊。你是吼，你无咧困就走入来，干嘛呢？爱听有啦吼。你若出去，安尼晓啦，较袂当对入来，比一个死了，带小去啊，就咱入。所以这个叫做重点，因为你稳住附着的物件，无来无去无代志，有来有去，代志就保持的物件。我即摆在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迄丛树啊，你看着，丛树啊对不对？迄丛树有生机无？有生机无？你有看到生机无？你有看到伊出现无？你无看到生机啊，但是有生机无？有，生机就有。咱如果看到是，迄个树啊，规丛拢跳跃无？规丛拢打叫无？真诶，伊就是惊出去啊！出去就是因为伊迄个物件出去，所以呢，伊出去了后，迄个无生机就跳跃。咱人的自性若叫走出去了后，你的自性就变成空的。你今日我都是大声，我都在听物件。所以本自附着的物件，你本来附着无量，你本来附着无量清净的物件。因为咱即嘛就是落去思想的内底，思想，咱就是思想，咱是思想里出去，你的自信中内底当中，因为伊本来思想是因为对你自信造出来物件，所以毋当有一句话安怎讲？我伊当有一句话咧讲，以真期望，这句话咱要听见啦吼。这个真，地方叫做自性，叫做自性，马上叫做空性。这个自性，这个空性，这是一个。空，这是无错。这个妄，以真其心，咱有一个真的物质内底。但是咱今日在听的物件，这是这个妄心，这叫分辨的。这个大声有无？小声有无？上小声。好无？好，歹无？歹。这种叫做妄，这个妄。这个妄想叫做事，这个妄，这个识，你这个真物件当中，你这个识叫做分别。你
袂使无分别者，你袂使无分别者啦。你无分别，你比无是非啊。哦，你比无是非啊。所以以真咱今日所有的物件，就是即个做主人。但是持广心，咱伫遐讲的话，听的道理，做一切事，咱对生出来到咱细节的物件，拢是咧做代志。但是即个做主宰，叫做以真持广。但即做代志以后当中呢，一定即个就是咱要走伫遮。咱即个无甲走平啊，无甲走平地。咱无甲走伫善分别。我查年呢，咱即个叫做无分别，安尼尔啊。即个无就色叫做无分别去，即个无你若转做地叫做善分别，同即两句话，是你甲转对色去，甲转对地去，那叫做善分别。叫做无分别，啊，那前往归正，这个前往就是你已经善分别了后，当中你所做出来行为拢完成了后，你的归纳见真，归纳自性嘛，这个归纳自性嘛，叫以真起妄，前为归真嘛。啊，所以今日你伫这个当中，就是讲，我正就是不见有无。伊本来自性就是无去无来无去无代志的物件。自心即文不见有无之心，即是上定，才讲出来。这个上是不变，就叫做上定。上叫做不变，上叫做不变，这个叫做上嘛，真常之道嘛，叫做上叫做不变。而且当今伊甲你讲哦，即文。伊即个方向讲啊，我真正认定的时阵，我不见有无之心，我无看一个有甲有无之心，就敢若讲平啊。我记你到内底当中无一个出到一个业，无一个你讲我业甲出的物件。若无心业，就是错误；若有心业，就含失性。我无即个物件，所以慢慢来做法。现在就是讲，啊，若不见有甲有无之心。啊，那安尼你是一个上天，何有出入？你到一个出入，你到一个出入。因为咱呢，地方唔知，虽然伊咧修真常之道，伊家己唔知真常之道。伊咧修真常之道，伊家己唔知真常之道，所以因为只不见有无之心。那安尼即是上天，何有出入？你就出入，无啊？有出入就回答。那安尼当中。你是有心业还是无心业？啊，叫两种嘛。你这唔是叫做啥？你这你这唔是叫做代经，叫做代经。欢欣应处那听经，欲言转处不留情。欢欣应处那听经，欲言转处，这个转处。这个重要，所以叫做呢，处心一处，处心一处，处心一处，这个一处呢叫做啥？叫做显地，叫做显地嘛，叫做佛地嘛，显地叫做佛地嘛，这个是叫专处不留情，这个专处是你专的叫做啥？转世。成处，转识心理，安尼叫做转处。咱这个处转袂过去，你安怎留情？今日要听道理，要做参考嘛，今仔就较毛，啊，要留钱啊，要讲是情，你要听话。我今日就爱听到9点半，我今日就听安尼叫做留情，你听袂出来。你今日无留这个情，无甲伊想象者，对我是不是有帮助？对我自身有帮助，我发现我家己对我较刻薄，我对我家己较残忍，我对家己较用心，对自身有帮助，我去行出来，安尼叫做不留情。做佛事、做善事，
你免客气，你免客气，你说你甲做，安尼叫做不留情。好，咱想想者，咱修正想想者，我真老啦，我真济岁啦，我真无创哪个啦，我真个时阵啊，无法度目睭看无啦，我真行袂好势啦，我今日咱落成这样子，这大兄大姐些我真有了。虽然咱年岁可能80多岁去，但是咱今日对家己的年岁不留情，咱无把家己的年岁来做分享。咱若家己讲我这个较味浓顺啊啦，我骨头存好啊啦，我今日不爱啦，我听无啊啦，来叫做留情，嘛对你家己责任。这个时阵，敢会使对家己留情？欲明转处，不留情转处，莫用咱的识，唔通用咱的知识来咧折磨家己啊！咱要有智慧，这条就是因为咱唯有开出来路线。那么等下老母娘还开条路线，这唯有我的这种的安排。即摆来讲，咱80后的因为要叫咱来做工来也是趁钱花恁的东西食到这两个都趁钱都要过现个对不对囡仔的时阵，大家拢较知情咱今仔咧拼经济，咱真就是要拼咱的地位，拼咱的生死，拼咱咱魅力程度迄个所在。但是你要对你家己目标了对，方向了对，你家己的生命对了对。咱到位了，然后来请什么爱公啦，来请什么导师啦，来请什么歌经回响啦，迄拢免。现在讲，泰国，咱我想，泰国30几年，泰国男人跳舞的时阵，拢无咧做功课。迄个回响咧，一摆叫20几个，回响然后咧食槟榔，然后咧食粉，然后咧上经。我袂使讲言咧，事实我看着咧，一个司机火锅来这种鱼嘛，鱼嘛，对不对？即马司机食了，在咧食粉，讲到咧回想食了，恁哪通食？若无回想食了，恁袂当食，就甲因食我输食咧，恁袂使甲伊做食者。但这边我要甲恁做公平，咱毋是批评啦咱嘛毋是批评，咱要有智慧，毋是伊甲你念几句，你就当生活去。安尼当中毋免惊人袂记什么生活，生活离你近，现在家己要坚持。你家己要对对，方向要看准。今日咱一贯的大成咱内底当中，会当互你真正得到解决的路线，会当互你真正得到魅力正好的所在。我伫做业的时阵，去迄个老鬼庙边都讲，咱一贯的自信啊，同伊有90%身本不免，都不停私下补充，心论不变当本经跟经过来讲，查这种情况死遗体命人死遗体强命，人死遗肉体强命手机死，你个手机嘛是电的袂死的。你个想看看？一般的地主内底当中得到多了80年身软不免，90%基本上就安尼。什么原因？天德思想，真理绝对，这互咱真正的时阵不可思议的物件。等到面的情况，上天老母娘问这个做事爷，请到了这个代表来接应时，接应咱面的情况，这是一个事实。当你去接应情况当中，你看到迄边拢是一种的这个做自己的做有特色的，你今日会惊的，你爽欢喜，你传。只要咱等于了后，大家面拢做好看，因为明天嘛，咱人死较歹看死人，较怕死人，也歹看。我无常地无常，一摆业力咧甲拖的时阵，伊看到一定
伊虽然迄离开了后，伊看到迄个人就是无上帝无上帝，看到囝来见人，但伊的囝也是显明面啊，伊当然穿的显明面啊。哦，这是属实的物件，所以今日咱会当真正当接受着这个有机遮好的物件，咱一定要有智慧。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呢，这个七分不见有无之心，这才是上帝。有出入，若有出入，即归大家。那安尼有出入，即归大家。即摆物件当中呢，这个红对红，地红无对，就因咱管他用的啦。无对就为了用古，就遐听一下。毋管事事随缘，你的这个事就是讲，你的祖师的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你是甚物人？错我师做迄六祖的啊。洪文六祖以何处为上天？这后面这内底的愈讲愈趣味，啊嘛愈讲的时阵啊愈热个，这一直咧甲你看，一直在看。所以像阮的书是我是做迄六祖的，迄个所，这个所在咱好。